大家成日睇到好多網紅吹到深圳生活幾咁美好，幾咁平，幾咁方便。但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啲真嘢。如果你諗住搬去深圳住，或者成日北上消費，我求下你，一定要睇咗呢條片先。唔係嘅話，你啲學費真係有排交啊！今日我唔係帶大家去行商場食好嘢，而係要同大家拆解一下深圳生活嘅潛規則。喺深圳住咗超過1年半嘅時間，我中過嘅伏真係多到數唔晒，由買嘢、搭車、食嘢，甚至連去按摩都可以中伏。呢啲所謂嘅潛規則喺當地人眼入面其實係常識，但係我哋香港人就真係未必知。所以今次我就透過呢條片，將我呢1年半入面累積返嚟嘅血淚史同大家總結一下，等大家可以避得一個得一個。首先我哋講下按摩先，唔知大家有冇發現，我哋平時北上見到啲大型按摩院入面坐滿晒嘅，其實大部分都係香港人。你有冇諗過，點解好似見唔到乜嘢本地人嘅？通街都係深圳本地人，通街都係打工仔，唔通佢哋就冇按摩嘅需求咩？當然唔係啦。我有一次同幾個喺深圳住咗好耐嘅朋友傾偈，先發現原來本地人如果要按摩，佢哋係絕對唔會去嗰啲開到大間，裝修到好似皇宮咁嘅按摩店。如果你真係覺得肌肉唔舒服，返工返到膊頭好攰，真正識貨嘅本地人係會去社區健康服務中心預約按摩嘅。喺嗰度唔係叫按摩，係叫推拿，甚至好多大醫院入面都有。你唔好問我點解喺社區中心或者醫院入面做推拿，個專業程度一定比普通按摩店高出幾條街。最緊要係乜嘢呀？係價錢啊！當地人如果有社保嘅話，個價錢真係平到你唔信。好似我去開嗰間社區中心咁，佢哋係30分鐘為之一節，每一節原本要200蚊人民幣左右，但如果你有社保，扣咗150蚊之後，實際自己俾嘅錢其實只係50蚊咋。你試下諗下，50蚊就有個專業嘅中醫或者物理治療師幫你針對性咁推拿，出面啲按摩店邊度揼到？當然啦，如果你話你追求嘅係享受型按摩，例如要去浸住溫泉咁按，或者要有度假酒店嗰種氛圍，咁就另作別論。但如果你係因為腰酸骨痛，想解決身體疲勞，我真心建議你去醫院或者社區中心試下，啲真係專業嘅人幫你。出面街邊隨便騙一間店入面幫你按，嗰個人可能只係隨便學咗幾日，拎張唔知邊度印出嚟嘅證書就幫你按。如果佢手勢唔啱或者用力過猛，隨時對你個脊椎有危險，到時就真係執雞唔成，蝕把米。講完按摩，不如講下搭車同埋搭巴士。喺深圳生活咗1年半有多，我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就係搭巴士嘅人好似真係唔多，尤其係比起香港。呢樣嘢背後其實又有佢嘅潛規則。一嚟係因為深圳嘅地鐵網絡真係太發達，二嚟係而家周圍都係電瓶車，真係好方便。但係當你試過搭幾次巴士之後，你就會明白點解咁少人揀巴士。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深圳嘅巴士真係特別慢。巴士站多就梗假啦，慢係正常。但點解我話佢係特別慢呢？除咗因為佢哋有嚴格嘅車速限制之外，最緊要係因為深圳嘅巴士司機真係極度禮讓。喺深圳，巴士遇到一啲冇紅綠燈嘅馬路，佢係會停晒喺度，等晒所有行人過咗，見到真係完全冇人啦，佢先至會慢慢喐。我有一次見到一架巴士喺個彎位度，就咁停喺度，等咗超過半分多鐘，期間一直有零星嘅行人行過，個司機就一直等，等到真係清咗場，架巴士先至會慢慢向前轉彎。如果係私家車嘅話，其實一早已經過咗去啦。作為乘客，我只可以話呢樣嘢係有好有唔好。好處就係真係非常安全。你喺深圳好少聽見公共巴士會發生咩大型交通意外，但唔好處就係真係慢到你想喊。明明睇地圖話打的或者開車半個鐘頭就到嘅路程，如果你搭公共巴士，分分鐘要預鬆超過半個鐘頭時間。呢一點同香港真係好唔同。喺香港搭巴士，司機大佬通常都比較進取，去某啲地方搭幾個站，分分鐘仲快過你搭的士。講到打的，深圳嘅潛規則更加係多到數唔晒。而家我哋喺深圳打的，基本上都係用應用程式叫車，
喺個 App 入面，你會見到好多唔同嘅標籤，例如有乜嘢特惠快車、特惠轎車之類嘅字眼，個價錢通常都比正常嘅車費平一截。點解會平啲呢？我有個珠海嘅朋友，佢以前做過呢行，佢同我講返先知，原來好多時候呢啲平價單嘅司機，可能係因為之前被乘客投訴過，或者有過一啲唔好嘅服務記錄，導致佢喺平台入面嘅等級跌咗落嚟，所以佢哋冇得接啲高級單，只可以接呢啲平價嘅特惠單。所以雖然你俾嘅車費係平咗，但係你得到嘅服務好大機會亦都會大打折扣。譬如話你搭呢啲平車，個司機未必會主動開冷氣俾你，車廂入面亦都可能會有好多垃圾，甚至陣陣腳臭味，司機嘅態度亦都未必咁好。呢啲其實都係一種取捨，千祈唔好以為自己執到寶平咗，所有嘢都係有價有市嘅，你俾咩價錢就得到咩服務。我搭咗咁多次的士之後發現，其實揀返啲貴少少嘅服務，個司機真係會醒目啲，唔單止唔會行錯路，甚至會比 App 入面推算嘅時間仲要快到步。如果你話你要喺 App 入面揀拼車或者順風車，咁你就真係要預咗有好多麻煩。我經常遇到嘅情況係，個司機可能連對面馬路都唔肯過，要你大熱天時橫跨條馬路去佢上車，又或者明明你揀咗係獨享，佢突然之間變咗做拼座，中間仲要兜去接其他人。總之就有好多唔同嘅花樣，目標就係想你俾多啲錢，或者逼你接受較差嘅服務。講完搭車，我哋講下買嘢。前一段時間我屋企因為需要買部乾衣機，我先至知道原來喺內地買電器都有好多潛規則。通常我哋買大型電器，點都會想去實體店睇下個實物係點樣，覺得合眼緣先至會下單。當時我喺京東個 App 度睇中咗一款乾衣機，見到有成2萬多人買過，評價好似都唔錯，但我係第一次買呢類產品，唔知邊款好邊款唔好，所以就諗住去實體店睇下個真身。我一路行一路睇，竟然發現一個好奇怪嘅現象，點解嗰啲喺網上銷量極高，成幾萬人買嘅款式，實體店入面竟然一架都冇。更加誇張嘅係，喺實體店入面見到嗰啲型號，我即場攞部手機出嚟上網喬，竟然係完全傳唔到嘅，我就覺得好奇怪。於是問個店員，攞住部手機俾佢睇，話我想買呢款，問佢呢度有冇得賣，大約幾多錢。個店員就直截了當同我講，話實體店基本上係買唔到網上嗰啲款式嘅。我再深入啲去問，佢先至爆咗個行業內幕俾我聽。原來實體店賣嘅電器，佢哋嘅製造標準同網上賣嘅係唔一樣嘅。雖然外表睇落去可能差唔多，但入面嘅材料厚度、隔音能力，甚至成部機嘅耐用程度，都可以有非常大嘅分別。雖然我當時都冇完全相信佢講嘅嘢，畢竟佢想我喺店度買嘢嘛，但我要求即場試下開唔同嘅乾衣機，比較下佢哋嘅噪音同功能。最後我真係揀到一部我好滿意嘅，到而家用了2-3個月，真係一點問題都冇。經過呢次經歷之後，姑勿論個店員講嘅係咪100%正確，我都覺得買大型電器最好都係去實體店親自比較下，了解下唔同型號嘅分別，先至好落決定。自從嗰次之後，我好似變咗驚弓之鳥咁，每次行街經過電器鋪，都會即刻攞部手機出嚟搜下，睇下有冇同一款產品，同埋個差價係幾多。結果真係俾我發現，除咗手機、電腦、風筒呢類電子產品之外，大部分大型家電喺實體店見到嘅型號，網上面係好少會有同一款嘅。講完買嘢，就一定要講下食嘢。平時我哋去一啲旅遊景點或者大公園，周圍一定會有好多唔同嘅小攤檔賣小食嘅。咁多檔口，點樣先可以揀到一啲比較可靠、乾淨嘅去食呢？原來呢度又有個潛規則，就係真正好食、有口碑嘅攤檔，佢哋係會有自己獨立嘅微信群組嘅。佢哋每日幾點鐘出攤，會喺邊個位置出現，都會喺個群組入面講得一清二楚。嗰啲攤檔通常都會有一大群忠實食客長期支持。對於我哋呢啲食客嚟講，加咗群組就可以好方便咁買到心頭好。但係點樣入呢啲群組呢？通常就係可遇不可求。如果你咩都唔知，
我嘅做法通常係觀察下啲檔主，一啲睇落去比較年輕，穿着比較整齊乾淨嘅檔口。最重要係睇下多唔多本地人排隊。如果係要排長龍嘅，食物嘅質素同衛生通常都會有一定的保證。講咗咁多，其實好多潛規則都係關乎你認唔認識人。俗語話喺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。喺深圳呢個地方，認識到對嘅人，你中伏嘅機會真係會少好多，做起事上嚟亦都會方便好多。呢一點喺深圳，我覺得係特別明顯、特別重要，因為有好多生活上嘅小細節或者優惠資訊，你係上網點遊都唔到嘅，一定要問人先至知。如果你唔主動去問，就唯有等住中伏。所以喺深圳生活或者消費，你會發現一個好有趣嘅現象，就係周圍嘅人都不斷爭住加微信，就連你去屈臣氏買嘢，個職員都會叫你加佢哋個企業微信。我發現加咗一啲大品牌嘅企業微信，其實真係好有用，好似某啲運動名牌咁。如果你喺深圳，你可以直接透過微信同門店嘅職員溝通，甚至可以隔空買嘢。有時網上旗艦店買唔到嘅限量貨，門店可能仲有存貨，個職員可以幫你留起，或者你直接俾錢，買完之後佢直接寄去你屋企。呢種服務喺香港嘅分店基本上係做唔到嘅，但在深圳就非常之普遍。加咗呢啲微信之後，平日生活真係方便咗好多。有咩新貨或者限量產品推出，你第一時間就可以問下有冇得買。呢啲其實都算係深圳購物嘅一種潛規則。不過當講到喺網上當修或者維修服務，我就真係有一肚苦水。之前我試過喺某啲平台上捅人嚟屋企裝修、維修或者漆油，結果試咗幾次，冇一次係令我滿意嘅。點解會咁呢？試咗幾次之後，我終於出咗原因。最主要係因為呢啲平台本身係要收中介費嘅，平台收到你嘅單之後，會分派俾裝修公司，公司再派單落去俾具體執行嘅師傅，中間經過咁多層剝削，最後個維修師傅落到袋嘅錢，據我了解，大概只有你俾出嚟嗰筆錢嘅一半左右。譬如話你俾600蚊去無人維修，師傅最後落袋可能得返300蚊。明明呢個係一個價值600蚊嘅工程，師傅只收300蚊，咁佢做出來嘅質素自然就只有300蚊嘅水準。呢個情況其實同香港嗰啲大判、二判、三判嘅工程差不多，所以好難怪個師傅做得唔好，因為人哋收得嗰300蚊，唔單止要出汗水，仲要包埋啲材料費。好似我之前人漆油咁，師傅收咗錢之後，用嘅油漆一定唔會係咩高質素嘅嘢，可能陣味會好大，甚至含有好多甲醛。雖然你可以事前同佢講話要換好啲嘅材料，但問題係你依然要俾嗰筆高昂嘅平台費同中介費，導致你嘅付出同收穫永遠都係唔對等嘅。最後我係點樣解決呢個問題嘅呢？有一日我見到鄰居屋企同樣喺度做裝修，我就老實不客氣咁上前問下個鄰居，問佢呢個師傅做成點。鄰居話呢個師傅非常之好，仲俾咗個師傅嘅微信我，然後我就直接同師傅交易，冇咗任何平台費同中介費，價錢合理之餘，手勢仲非常之好，用嘅都係環保漆。油完之後，雖然仲有一兩日有啲味，但好快就散晒，而且有咩小問題，師傅都會好爽快咁幫我搞掂，甚至連換個燈膽、執下垃圾呢啲小事都會幫我做埋。所以我就發現喺任何平台害服務都要好小心呢啲層層剝削嘅潛規則。講到搬屋，更加係要非常之小心。好多人喺平台上見到個基礎費用好平，好似我之前見到458蚊，以為好划算。但係當啲搬屋工人上到嚟你屋企，佢哋就會開始喺各種借口加錢。例如佢會話2個人根本搬唔喐，一定要加多1個工人，加多1個人就要俾多120蚊。然後去到目的地，如果架貨車停得唔夠近，要人手搬一段距離，呢度又要加一筆額外嘅費用。如果你有啲電器或者家私需要拆裝或者特別保護，全部都要逐樣加錢。最無奈嘅係呢啲加錢嘅標準唔係由你定，而係由佢哋定。佢話搬咗74米就係74米，至於點樣計出嚟，佢又唔會攞把尺出嚟量俾你睇。仲有啊，佢哋會話某件嘢超過50公斤就要加錢，
好似我個床褥咁，佢一望就話超過50公斤，要加收一筆錢。我心諗佢又冇攞個磅出嚟，佢點知超過50公斤呀？但係如果你唔俾，佢哋就可能唔幫你搬，或者搬得好唔小心。我嗰部 3D 打印機，佢哋竟然話係落地式打印機，要加130蚊。你話呢啲收費係咪完全唔合理？我又覺得未必，只係佢哋從來都唔會事前同你解釋清楚，只會喺你搬緊嗰陣，先至一個一個驚喜咁送俾你。如果你當場同佢哋辯論，其實都冇乜用，因為你搬緊屋，人哋拎住你啲家當，最後如果有咩損壞，受苦嘅都係你自己。講到喺深圳租屋，呢度嘅潛規則更加係令我畢生難忘。首先，我以過來人嘅身份同大家講，寧願租舊樓，都唔好租全新嘅樓，最好係租一啲有2-3年或者3-4年樓齡嘅次新樓。點解呢？因為全新嘅新樓，除咗會有裝修味同甲醛問題之外，仲有一個好大嘅陷阱。深圳嘅新樓通常都會包1-2年嘅免費維修保養，所以好多業主收樓之後，根本就唔會自己花錢去專業嘅人驗樓。如果你作為第一個租客入去住，你其實就係變相幫緊業主驗樓。我就遇到過好多奇怪嘅問題，例如廁所洗手盆下面會漏水，雖然漏水可以通知物業管理公司免費嚟整，但因為係免費服務，啲師傅嘅質素真係好參差。我試過連續焗人上嚟整咗3-4次都整唔好，成件事非常之煩。你一方面要同業主聯絡，另一方面又要同物業管理公司周旋，又要影相保留證據，又要約時間等師傅上嚟。我覺得自己好似做咗個免費嘅物管經理咁，幫業主打工去維修佢層樓，業主就最開心啦，1蚊都唔使俾就有人幫佢搞掂晒所有新樓嘅問題。而且物業管理公司嘅流程好官僚，佢唔會一嚟就派師傅，佢要先派人上嚟確認咗係咪真係有問題，然後再約另一個時間帶師傅上嚟，即係每一次維修你都要預2次時間，真係浪費晒自己嘅精力。喺深圳租屋嘅第2樣潛規則就係最好唔好租帶裝修、帶家私嘅樓。雖然聽落去好似好方便，拎件衫就可以入去住，但其實吉屋即係空屋反而更有好處。第一，冇家私嘅屋通常租金會平啲，而且講價嘅空間亦都大啲。第二，你可以好清楚咁睇到間屋嘅真實狀況，例如牆身有冇發霉，暗角位有冇老鼠或者曱甴。如果你一入去就見到好多家私遮住晒，你根本唔知啲家私後面藏住啲乜嘢。老實講，喺深圳租一個1萬蚊人民幣以下嘅單位，業主通常都唔會俾啲咩靚家私你，好多都係平嘢。如果你搬入去吉屋住，自己去買一啲2手嘅家私，或者自己添置，反而住得安心好多。如果你租咗一間帶家私嘅屋，住落先發現個櫃後面發霉，或者張梳化入面有好多小昆蟲，呢啲問題業主通常都唔會肯幫你換，最終只能夠自己受。如果你想自己掉咗佢，換部新嘅，業主又未必同意，因為佢要你退租嗰陣還原。我之前就試過同中介講，話我唔要啲舊家私，叫業主搬走。個中介口頭應承話冇問題，點知簽咗約之後，啲家私遲遲都唔搬走。我催咗好多次，佢哋最後竟然將啲家私就咁吊喺我門口就算，話已經搬出咗我屋企。我真係覺得好神奇。我除咗不斷催之外，真係乜都做唔到。所以下一次租屋，我一定會要求喺簽約之前就要清空晒所有家私。但係問題又嚟啦，如果係一啲好搶手嘅單位或者公寓，業主根本唔會理你，你不租，大把人租。所以最保險嘅做法就係一開始就揀嗰啲本來就冇家私嘅屋，千萬唔好相信中介或者業主口頭講嘅任何嘢，只要冇寫落合約度嘅嘢，一律都係唔可以信嘅。聽完就算，要做好最壞嘅打算，因為喺深圳租過幾次屋之後，我發現每一次都會有新嘅意外發生，每一次都有新嘅問題出現，真係只能夠見招拆招。好啦，今次分享咗咁多關於深圳生活嘅潛規則，由按摩、搭車、買嘢到租屋裝修，希望我呢啲血淚教訓可以幫到大家。其實喺一個新嘅地方生活，遇到問題係正常嘅，最緊要係學識點樣避開啲明顯嘅坑。如果你想睇到更多關於深圳生活，
北上消費或者旅遊嘅真實資訊，記得要訂閱我哋會持續為大家帶嚟更多有用嘅攻略。好啦，今條片就講到呢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